第一條影片入面，我哋講到慢落嚟，留意大自然裏面神嘅同在，天空、樹木、雀仔、花朵，然後提醒自己，嗰位看顧我哋嘅神係良善同信實嘅。第二條影片，我哋講到神嘅同在係啲咩嘢，同埋點樣由內面至到外面咁改變我哋。今日我想講得實際少少，喺平凡生活裏邊，我哋點樣可以實踐到神嘅同在呢？神無限嘅同在，其實已經充滿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。問題唔係佢喺唔喺度，而係我哋有冇留意。而留意係可以練習嘅。我哋對神嘅觀察同佢嘅聯合，都好似畫布上一層一層嘅顏色，慢慢建立。今日我想分享3個練習嘅方法。喺一日裏面，你可以輕輕咁提醒自己，神已經喺度啦，唔需要逼自己有感覺，唔需要好熟靈，只係留意啫。手上揸住個杯暖暖嘅茶，蒸氣慢慢升起，暖意深入手指。同你講嘢嗰個人，佢嘅聲音，佢嘅表情，能夠見到佢，其實係一份禮物。背景嘅音樂，某啲音調令到你心裏面好似輕咗咁樣，某啲節奏令你想輕輕嘅擺動。喜樂唔係偶然嘅，聖靈帶嚟喜樂。雅各書1章17節講，各樣美善嘅恩賜，各樣全備嘅賞賜，都是從上而來。有時我哋太習慣，反而忽略咗神已經供給緊俾我哋陽光，穿過雲嘅光，泥土、雨水，地底下嘅植物靜靜嘅生長，農夫播種，相信佢睇唔到嘅嘢，慢慢咁生命就長出嚟啦，供應食物俾我哋。身邊你珍惜嘅人，此刻佢喺度，有一日可能見唔到佢，但今日你仲可以同佢一齊，呢個就係恩典。當我哋留意，平凡就會變成神聖，然後喺一日裏邊，再一次又一次咁返嚟到呢一個地點。第二個方法係帶住一句說話過一日，一句就夠啦。主啊，你喺度，
天父啊，你真係好。主啊，多謝你嘅平安。呢啲唔係一啲特別嘅說話，而係可以穩定我哋嘅說話。思想混亂嘅時候，返嚟呢一句嗰度；焦慮又升起嘅時候，返嚟呢一句嗰度。慢慢一句說話會沉落心底，就好似畫筆一層層，慢慢加深顏色。第三個方法係感恩，唔係假裝一切都扮好，只係真實咁多謝。一件好好食嘅蛋糕，一餐煮得好好嘅飯，一杯紅酒，可以食，可以試，可以飲，可以享受。呼吸，健康，胃口，全部都係神嘅禮物，都係恩典。當你輕輕咁講多謝你，心就會打開，平安就會入嚟啦。唔係因為問題消失，而係因為你記得你已經被祝福。感恩就好似喺畫度加上顏色，啲深色嘅仍然喺度，但整體變得更有盼望。最後溫柔咁提醒你，慢落嚟，留意神已經喺度，帶住一句說話，多謝已經擁有一切。呢幅畫完成之後，同開始嘅時間有好大嘅分別。你生命嘅下一半可以同你開始完全唔同。只要你停留喺神改變人心嘅愛同埋佢嘅同在裏邊，下次見。